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見面啦。未聽我分析之前呢，記得幫下手喺 YouTube 俾個 like 我。如果你到而家都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朋友，多多捧場，撳一撳 icon 訂閱我喺 YouTube 嘅譚兆興頻道，見到個鐘仔嘅幫下忙撳埋去。如果你已經訂閱咗我頻道，又撳咗個鐘仔嘅，我喺度衷心多謝你支持，就唔好再撳啦。同埋記得幫下手，將今日呢個視頻呢個 video 就 share 出去，分享出去，介紹俾多啲朋友訂閱我喺 YouTube 嘅譚兆興頻道。各位觀眾記得幫忙啊！喺 YouTube 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幫下手睇埋喺 YouTube 廣告。咁當然啦。近期製作成本上漲，尤其是咧香港同美國啲股份嘅資料、外匯、黃金同埋加密貨幣資料，近期都加咗價。各位朋友真係要幫手，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實質嘅支持。各位觀眾，你哋支持多少？支持你唔緊要㗎，最後支持，因為你實質嘅支持對我嚟講，對我啲團隊嚟講有好大幫助。各位觀眾記得幫手。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實質嘅支持，衷心感激一盡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咧除咗個股市爆升之外啊，咁有好多觀眾留言喎，佢就話今日有4隻新股上市，但係3隻有潛水嘅，係咪新股而家冇得反咧？嗱，呢樣嘢講翻啊。咁另一方面啦，今日個股市又大反彈啦。咁由於咧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咧，就可能咧美國最高法院未必去批准啦。嗱，所以呢個咧就開始利好啦。所以琴晚美股同今日香港大反彈啦。咁同埋咁喎，各位朋友，今日香港嘅股市一度咧就唔係一度啊，係勁升咗500幾點嘅。咁咧最多去到26,490點。嗱，朋友望望先啊，呢個係近期啲牛熊證嘅分佈啊。今日嚟講，佢大反彈500幾點，啱啱咧就殺到啲熊證嘅重貨區就停啦。嗱，望望啊，同琴日啊佢懟落去插到啲牛證嘅重貨區停一模一樣啦。嗱，所以近期嚟講咧，可能個股市成交少啊，啲大戶咧就冇上冇落咧，殺完牛殺熊咁啦。好啦，咁同埋今日升咗500幾點，但係成交真係少啲喎，得個2347億。嗱，觀眾留意住啊！千祈唔好話2000幾唔少咁講，睇下近期有幾多新股嚟緊就知啦。由於咁多新股之下咧，而家嚟講2000人嘅成交就唔算高啦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個股市啊，嗱望先啊，一開波升咗100零點，跟住就持續上升，以全日差唔多全日高位收市啦。升咧就最多升咗555點，而收咧就升咗550點，26,485，啱啱殺咗呢批熊啦。嗱，各位觀眾留意住啊！近期咧，我經常咧，即係呢4、5日啊，我每日都同大家講翻內地嘅股市點解咧？今日勁升同 A 股有關係噶。嗱，今日咧上證指數啊重上4000，嗱望望下，呢個係上證指數。今日咧佢一開波由3900突咁重上4000。嗱，嗰朋友望先啊！嗱，呢個好關鍵啊，因為今日呢個上證咧個走勢啊，同呢個恆指嘅走勢咧，差唔多係倒模嘅。嗱，俾大家望先啊！如果將兩幅圖，呢個上證黐埋一齊咧，打翻幅望一望啦。嗱，呢幅圖咧，藍色個就係恆指，紅色嘅就係個上證指數。嗱，所以呢排嚟講咧 ，A 股同香港股市啊，係有個好強啊，有超過80% 嘅 correlation 啊。嗱，所以呢排咧，香港股市能唔能夠繼續升咧，就睇 A 股啦。如果 A 股嚟緊企唔住4000咧，咁大家留意住啦。好啦，咁啊晏啲再講翻 A 股啊。咁而咧今日個股市嘅成交咧就2346億，咁啊同今日升500幾點咧，真係有啲唔係好吻合啊。咁而分類指數咧，今日就以科技指數升幅較多啊，升咗2.7%。咁而成交金額方面啦，嗱今日2300幾成交裏邊啊，成交交最多嘅盈富基金成交146億，阿里巴巴成交136億，中芯成交89億，
騰訊成交83億，3033成交67億。嗱，呢5隻係今日成交金額最高嘅股份啦。嗱，順一提啊，今日阿里巴巴成交136億咧，比琴晚美國成交高喎。呢排嚟講咧，阿里巴巴喺香港成交係高過美國㗎。好啦，咁至於沽空啦，嗱，今日啲空軍咧就繼續縮減啊。今日沽空342億，比琴日370幾億少啲啦。咁而今日沽空咧係佔大市成交14.5%。咁至於沽空金額方面啦，今日沽空金額最高嘅股份，根據我譚紹興嘅觀察咧，分別就係阿里巴巴沽空22億，盈富基金沽空21億，騰訊沽空16億，2828沽空15億，中芯沽空9億。嗱，呢5隻係今日沽空金額最高嘅股份啦。可能至於不尋常沽空啦，嗱，今日嘅不尋常沽空咧就少好多喎。睇下先啊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得12隻啫。咁啊，比平均雖然10隻少咗啊，同之前20幾隻比咧縮水啊。啲空軍咧近期啊都係開始收斂緊啊。今日咧不尋常沽空裏邊最不尋常嗰5隻，分別就係阿里巴巴、騰訊、中芯、小米同埋美團。嗱，再嚟一次啊，今日咧不尋常沽空裏邊最不尋常嗰5隻就係阿里巴巴、騰訊、中芯、小米、美團。咁當中最不尋常嗰2隻咧就係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喎。嗱，近期嚟講咧，我發覺咧阿里巴巴嘅沽空咧有啲詭異啊，因為我發覺咧喺美國同香港咧啲大戶好似喺度轉來轉去咁啊，同埋美團咧就嚟緊啦。嗱，美團咧本來都空軍平倉嘅，但係今日咧好似有少少掉頭喎。咁啊，至於其他股份方面咧，今日喺不尋常沽空裏邊，如果講最不尋常，唔睇個市值，唔睇其他嘢，單係計金額、股數、速度咧，其實隻小鵬咧968留意啦，因為今日咧小鵬嘅不尋常沽空程度都幾異常㗎。咁啊，唔知係咪同佢個機器人有關啦？因為今日咧好多市場人士都談論緊小鵬嘅機器人啊。好啦，咁啊另一方面咧，其他不尋常咧就以啲金礦股為主，好似紫金礦業啊，同埋其他金股啦，朋友自己留意啊。好啦，咁啊至於港股通啦，嗱，今日咧香港股市成交就2347億，而港股通嘅成交1058億，係佔今日香港股市成交45%，比平均水平50%咧就少一啲。咁啊，至於今日咧港股通裏邊啊，成交1058億裏邊咧，淨流入就唔係好多啫，得個54億啫嚇，淨流入54億。咁而當中咧，淨流入最多嘅小鵬12億，3033 10億，華虹9億6，小米6億6，中芯6億。嗱，呢5隻係今日港股通裏邊淨流入今日最高啦。咁啊，各位朋友留意住啊，因為今日咧港股通裏邊淨流入最多隻小鵬咧，咁啊唔知係咪同咧佢啲機器人有關啦。咁同埋咧見到啲資金今日有流入去華虹、中芯喎，同今日內地有啲關於半導體消息有關啦。一陣再講翻啦。好啦，咁至於淨沽出啦，嗱，今日淨沽最多嘅濰柴動力2338淨沽出5億4，普馬特4億，阿里3億，美團2億。嗱，呢4隻係今日港股通裏邊淨沽出金額最高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至於今日個股市啦，朋友留意住喎。今日個股市雖然咧大反彈，但係咁喎，今日嚟講咧，我發覺咧就係個動力統計啊，嗱，不妨望下，呢度根據今日2000幾股嘅動力統計咧，今日雖然升咗500幾點，但係個動力咧就唔係好強咗喎。呢記住啊，係根據2000幾股份嘅綜合動力，今日就唔係太強啫嚇。我諗住今日會飆上嚟嘅，就唔係喎。嗱，所以就留意住啊。第二咧就成交啦。嗱，個觀眾由於近期呢個成交動力啊係持續下降啊，係一級一級咁落去，咁即係話咧近期嘅成交咧好明顯啦，就已經到咗頂啦。
咁啊，一般嚟講成交到頂到股市啊，咁所以依排嚟講，股市咧唔排除咧衝上27,000，做埋另一個頂都唔定下。留意咗朋友。嗱，咁仲近期我講咗幾次㗎，就係個股市啊，就根據我談死研發嘅波頻指標，就已經咧計埋10月份啦，連續2、4、6個月係縮波頻嘅。咁同大家講咗啦，11月應該係一個大波頻嘅月份啦，即係好似啲咁啊。咁大波頻咧有機會咧急升急跌1、2千點啦。其實近期嘅股市開始咧有啲大波頻嘅先兆咯喎。嗱，好似琴日個股市急插400幾點，今日就大反彈500幾點。如果將琴日低位同今日高位咧，差唔多1000點嘅喎。嗱，即係2日個波幅啊係1000點㗎嚇。咁啊，所以依排嚟講咧，留住啊，近期咧個股市開始進入一個大波頻月份。咁有機會嘣一聲升1、2千點，亦都有機會咚一聲跌翻2千點㗎。咁啊，另一方面咧，近期嘅股市會唔會向上2千點咧？要睇 A 股啦。就正如咧頭先講到啦，嗱，呢個係今日個香港股市同埋內地嘅股市啦。嗱，呢條藍色嘅線恆指，紅色嘅線上證，差唔多兩地嘅股市咧係孖公仔嘅，係黐住嚟行嘅。所以近期咧，內地嘅股市啊，對香港股市影響就越嚟越大啦。咁啊，所以今次咧，睇下上證可唔可以企穩4000啊？嗱，同埋咁嘅朋友，近期咧上證啊開始要考驗咧，就係之前嘅高位啦。嗱，之前咧佢衝咗上去4026點，就碌翻落嚟。嗱，今次睇下唔可以衝上去啦。如果衝唔穿咧，就提防咧要再試翻下邊嗰個3800到3900，如果上證真係碌落嚟咧，咁香港股市都冇人行㗎。咁啊，同埋咁喎，因為近期咧睇翻幾個另類嘅波幅指標，好似係振幅指標、波頻指標同埋另類波幅指標咧，上證指數啊開始咧有啲頂背馳，好似咧啲波頻波幅係跟唔上啊。所以提防咧，內地嘅股市可能要出現啲鞏固嚇。好啦，咁啊，至於香港方面啦，嗱，朋友留意住一樣嘢嚇。由於咧今日咧 MSCI 就宣布咗咧啲指數成分股嘅換碼，咁所以呢個咧都對今日嘅股市有啲漣漪嘅嚇。咁同埋咧呢個 MSCI 更換指數嘅生效日期咧就係今個月嘅24號，11月24號收市之後。嗱，所以留意住啊，睇下11月24號收市之後會唔會有奇景出現啦？嗱，好啦，咁啊，至於邊啲入成分股，邊啲出嚟嘅，咁咪自己查啦。好啦，咁啊另一方面講緊今日香港股市先啦。第一，頭先講到啊，今日個股琴日插咗400幾點，同今日爆升500幾點。如果高低位咧，呢兩日係啱1000點，係近期咧一個罕有嘅大波動嘅2日啦。咁同埋咁喎，朋友。今日雖然升500幾啫喎，但係睇翻今日咧，唔少老散咧係搏聽日插嘅喎。今日咧做紅嘅咧好多喎，今日咁啊，所以會唔會大戶點樣頂住咧？未必咁快鬆手都唔定啊。咁第二，今日嚟講嗱，望望先啊，因為咧近期條20天線啊，就啱啱跌穿咗條50天線，咁出咗一個利淡嘅交叉啦。今日就啱啱咧個股市衝翻上去。嗰兩個交叉位，如果短期企穩26000嘅，咁啊有機會咧進一步向上啦。話唔定個股市咧就喺27000邊做另一個頂啦。嗱，即係可能咁個頂，跟住呢度個頂啦。好啦，咁同埋咧，今日個股市雖然上升啫喎，但係就啱啱呢個上升軌咧，由呢個上升軌引申嘅上升通道咧，啱啱個股市就未入翻去，睇下嚟緊可唔可以再入翻去啦？嗱，跟住啊，入唔翻去咧，咁啊要留意住啊，因為依排都同大家講喎，個股市啊喺呢條上升通道底啊，即係呢個通道底裏邊咧，哇都前咗成個幾月嘅差唔多啊！嗱，留意住啊，即係我諗就嚟有分曉喺度。咁唔止咁喎，連呢個波幅通道都一樣啦。個朋友望我先啊，嗱，呢個咧係根據波頻指標、振幅指標同埋另類波指標計出嚟嘅通道啦，唔係保留通道啊。咁近期個股市咧就已經喺個通道底度上上落咁啦。咁呢排咧，我覺得個股市咧有少少尋頂格局啊，因為近期個成交已經率先到頂，
咁啊唔排除個股市咧有尋緊短期嘅高位。咁啊，正如頭先講到，話唔定佢衝上嚟逼近27,000，做翻另一個頂，做個雙頂唔定下。呢個我朋友自己留意啦。咁同埋咧，近期有股市啊，食粥食飯睇 A 股啦，因為呢排嚟講，香港嘅股市同 A 股有孖公仔嘅，所以睇今次呢個上證可唔可以衝穿4000？唔係4000啊，係衝穿4026點之前嘅高位啦。而家先講翻咧，係星期三晚美國股市先嚇。咁啊，基本上咧，星期三晚美股又反彈翻，道瓊斯指數升咗225點。去到47,311點，納指升咗151點，去到23,499。S&P 500升咗24點，去到6,796點嘅。咁而咧，琴晚雖然美股就反彈，公司業績就唔錯，但係成交就唔高啦。咁啊，依然咧係低過平均水平嘅。我發覺近期咧，美國股市咧就開始同之前唔同啦。之前跌市成交多，升市又成交少。呢排咧升市跌市成交都縮啊。咁啊，可能因為逼近年尾啊，好多大戶都唔搏啦，所以反而咧啲股價急升咧有啲獲利回吐，跌落嚟咧撈貨就唔係咁多。所以呢排嚟講咧，美國股市嘅成交咧係持續係偏低嘅。呢個情況對啲香港類似㗎。好啦，咁啊，基本上咧，琴晚咧有兩隻股份留意嘅。第一隻就係咧 Tesla 寫到頭 Rivian 啦，由於業績唔錯，股價就爆升嘅。咁另一隻係 Tesla，因為馬斯克呢個1萬億嘅薪酬方案咧，能否通過成疑問啊，係市場嘅焦點。咁啊，而琴晚咧美國股市就普遍都上升嘅，唯獨是 Nvidia 就微跌。咁而納指七強咧就5隻升2隻跌。咁當中咧 Nvidia 升幅唔係講錯咗，唔係 Nvidia，Tesla 升幅比較多，升咗4%，而 Nvidia 跌幅比較大啦，1.7% 跌咗。嗱咁啊，至於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啦，老朋友未講喺美國上市嘅中概之前咧，首先嚟講，我譚紹興喺度鄭重聲明，我譚紹興喺度係純粹同大家分享翻 share 翻我觀點同睇法，分享翻 share 翻圖表嘅高低位，係冇任何買賣建議，亦都冇叫你跟我，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，同埋請獨立第三方嘅專家俾意見。各位觀眾記得下，我喺度係冇任何買賣建議，亦都冇投資建議，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做功課，負責翻你自己嘅投資啦。咁啊，至於咧星期三晚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咧，都普遍上升嘅。咁唯獨是咧就小鵬同埋百度咧就比較差啲啦。咁而成交方面啦，咁啊近期嚟講咧喺美國上市嘅中概股嘅成交係持續偏低啊。連隻阿里巴巴咧，琴晚嘅成交就啱啱100億，104億。咁啊，而其他股份嘅成交就唔多啦。咁正如我同大家講過啦，由於咧過去咁多次內地嘅雙十一節咧，就對阿里啊、拼多多啊、京東咧就冇乜太大利好。咁近期咧，呢三隻電商股嘅成交都唔大嚇。好啦，咁啊。至於異動股方面啦，咁根據譚紹興研發嘅異動股程式計算咧，咁琴晚異動股咧就罕有地就 Rivian 啊、RIVN 就係 Tesla 寫到頭，由於業績好就爆升啦。咁跟住輝瑞啦，嗱朋友記住喎，近期咧輝瑞雖然佢升跌幅度唔大啊，但係依排咧我就話喺大冚大，有啲資金買貨，有啲資金沽貨。依排嚟講咧，佢股價喺個24蚊度唔喐。但個成交就異常龐大啊！咁啊，跟住有 PLUG， 咁啊，同埋咧就 OPEN， 咁跟住咧就 Palantir PLTR 啦。啊，仲有隻 Snap， 琴晚咧都幾異動嘅嚇。咁啊，至於咧成交金額方面啦，咁根據我譚紹興嘅計算咧，琴晚喺美國成交金額最高嘅股份。分別就係 SPY， 即係 S&P 500嘅 ETF 啦 ，Tesla、Nvidia、QQQ 同埋 AMD
呢5隻啦。嗱，再一次啊，琴晚喺美國成交金額最高嘅股份分別就係 SPY， 即係 S&P 500嘅 ETF、Tesla、NVIDIA、QQQ 同埋 AMD 呢5隻啦。咁至於形勢方面啦，嗱近期咧我發覺有少少唔同就係、美國股市咧呢排嚟講，啲傳統股啊相對硬淨喎，反為啲科技股咧有啲腳軟啊。雖然反彈，但係琴晚咧啲美國啲科技股咧嘅買盤又唔強啊，所以個納指咧開始咧個升勢就冇道瓊斯指數咁強勁啊。咁啊，整體上咧近期喺呢個道瓊斯指數啊，咁近期咧就一度回落逼近條50天線，咁琴晚就反彈翻啦。咁短期講咧，佢同個50天線嘅距離就拉近咗好多啦。咁但係咧，由於近排啊，我發覺個 RSI 同埋咧好多買盤咧都可能年尾關係啊，就唔係咁強勁啦。咁所以短期咧就唔排除呢個道指喺個乾升格局向上有機會再試48000，不過提防咧向下有機會試翻條50天線啊。咁啊，反為咧個納指留意啦，因為咧納指咧雖然琴晚升啫喎，但近期個 last 咧升得嚟咧有啲牽強啊。咁同埋呢排好多科技股都腳軟情況，咁尤其是咧 NVIDIA 今次嘅業績咧就市場關注啦，有機會咧係個納指會出現一個大啲嘅調整嘅關鍵嚟啊！留意咗朋友。咁啊，而咧個 S&P 500啦，嗱近期咧個 S&P 500咧就開始有啲古怪咯喎，因為近期咧個 S&P 500啲期貨啊，啲淡倉多咗喎，咁尤其是逼近年尾淡倉多咗咧，就唔係太理想嚇。咁所以提防咧個 S&P 500有機會逼近翻條50天線嘅支持6600呢個位啦。好啦，咁另一方面咧，頭先我講到啦，琴日啊喺咁多股份之中咧，反為咧 Tesla 同埋佢嘅死對頭 Rivian 咧係市場嘅關注啊。第一先講下 Tesla 先啊。咁由於咧馬斯克呢個1萬億美金嘅薪酬方案咧，可唔可以通過咧？呢個好關鍵啦。咁啊近期咧隻 Tesla 咧就喺440度晾住唔升唔跌啦。咁而個股價方面啊，朋友留住啊，近期個 Tesla 股價咧有啲微微上升嘅，但係咁喎，佢個動力指標個 RSI 就唔肯升啦。咁同埋咧留住啊，如果今次有啲譬如個通方案唔通過或者其他嘢之後咧，碌落嚟咧，咁啊做咗雙頂嘅咯喎。咁同埋講好似啊，我就會嚴守呢個上升裂口400蚊個止賺位。咁而條50天線啊，417蚊係嗰個第一個戒備。如果短期穿417咧，呢條50天線咧就開始要戒備啦。所以睇下今次馬斯克呢1萬億美金方案，1萬億美金嘅薪酬方案，睇下可唔可以通過啦。好啦，咁另一方面咧，就琴晚咧就 Rivian 啊 ，RIVN 就係 Tesla 嘅死對頭啦，就股價咧就爆升，有業績唔錯爆升啦。咁啊，但係咁喎，琴日升得嚟咧就已經極度超買。咁啊，琴日升得嚟有少少咧係夾淡倉。啲空軍咧俾人夾一夾，咁啊平倉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嗱，留住啊，琴日急升就已經極度超買，極度 overbought， 咁啊甚至係一個3X 嘅 overbought。咁同埋咧有啲夾淡倉嘅情況。咁短期啦，不妨望下佢幾次啊，去到17蚊都去唔到嘅。所以嚟緊咧向上咧，我暫時目標位就17蚊。好啦，咁啊另一方面咧，琴晚咧，隻 AMD 啊，都有個反彈喎。不過咁多朋友留意住啊，因為近期都好多觀眾留言問我 AMD 啊，我同大家講兩次啊。第一，由於隻 AMD 咧早前佢爆升咧，呢度啊有個上升裂口，就係大概係235蚊左右啦。如果短期裂口低開穿呢個上升裂口咧，就做咗個倒形頂㗎啦。所以留意住啊，第一個位就235，所以咧如果短期穿235咧，我有貨咧，我會先行賺翻一半先啦。如果穿呢個大位啊，就大陸添啦。所以近期留意住啊，因為隻 AMD 近期升咗唔少咧，開始喺高位咧有啲腳軟啊，甚至有啲大戶咧開始喺高位獲利回吐啊。好啦，咁琴晚咧有隻股要留意喎，就係隻 Super Micro Computer SMCI。嗱，觀眾，如果大家有聽開呢個視頻咧，大概年零2年之前啦，當佢咧就加入 S&P 500嘅時候，我同大家講到啦，
一入個 S&P 500，等於一入恒指就深似海就炒完啦。嗱，不妨望一望啊！呢隻 SMCI 咧喺舊年啊就入呢個 S&P 500，我同大家講到啊，入咗去咧就提防到頂啦。咁啊，呢個典型啊，一入個指數就大鑊啦，突咁跌到未停嘅，由120幾蚊係咁撈落嚟啦。咁啊，近期咧佢就已經咧嗱，個朋友琴日咧隻 SMCI 個股價急插，俾粒望先啦。急插原因咧就因為咧佢出業績就低過預期啦，唔止係咁喎。原來呢隻 SMCI 咧係連續6季啊，係個業績係低過預期，即係6季都低過預期喎。嗱，留意住啊，朋友，呢隻股份近期佢插落嚟，第一就已經係超賣 oversold， 第二咧我留意住佢可唔可以咧頂得住40蚊先啊？如果頂唔住40蚊咧，提防再插啊！嗱，個朋友我就冇貨嘅，我就希望佢再插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計翻咧佢啲倉位同盤路咧，我發覺隻 SMCI 我開始留意下，即係唔係而家？如果佢插落嚟，留意下，因為點解咧？佢連續6季低過預期，再加埋咧佢入咗個指數啊嘅時間同埋個倉位同盤路咧開始有變化啦。近期咧我發覺佢啲倉位咧就已經轉咗幾轉啊，所以咧如果今次佢插落嚟咧，我就要留意住啊，即係未到而家啊，即係最好咧。佢就穿埋呢啲大佢先啦。好啦，咁另一方面咧，近期有隻股份咧就有異動啦，不過咁喎，佢異動得嚟咧就好似我哋打內功咁啊，睇唔到嘅喎。因為近期咧就輝瑞啊，睇翻佢嘅倉位同盤路咧出現一個好強嘅資金流嘅駁火啊，即係有大戶買，有大戶沽。嗱，同埋咁嘅朋友，由於咧隻輝瑞出業績就唔錯啦，咁同埋有樣嘢。就嚟派股息，嗱，留住啊！美國派股息同香港唔同啊，就嚟派股息，咁啊會唔會因為股息前啊啲資金追貨咧？因為基本上咧隻輝瑞咧有成7厘股息，咁啊係美國其中一隻高息股啦。咁同埋咁喎，佢每季派息嘅喎。咁喺美國咧，輝瑞就係一隻高息嘅公用股，即係公用股嘅弱股嚇。咁啊，某程度咧就同咧美國啲債券差唔多，即係有少 correlation 啊。好啦，咁啊近期咧就怕輝瑞咧就喺有少駁火喺24蚊呢度啊。我睇下今次咧可唔可以企穩24蚊先啊？因為咧話唔定咧今次除淨之後咧，即係派股息之後咧，有機會咧出現一啲大啲嘅動作啊。因為依排嚟講開始見啲資金喺呢位駁火啦，所以短期密切留意住，睇可唔可以企穩24蚊啊？美國啲股份就講完啦，嗱，而家總結一句嚇，由於近期咧睇下美國道瓊斯指數、納斯達克同個 S&P 500都先後咧進入咗個波幅漩渦區，尤其是個納指啊，咁啊唔排除嚟緊咧美國股市有個大啲嘅波動啊，即係唔一定跌㗎，可能爆升1-2千點，碌翻1-2千點，挫嚟挫去啦。嗱，記住喎，波幅漩渦區就唔係熊市，唔係牛市，一個波幅市。即係個2-3千有波幅發嚟發去啦，咁近期開始見到呢個情況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依排咧有啲股份我唔錯利潤咧，我就會開始攞翻少少錢啦。因為近排嚟講咧，我開始見到美國啲大戶咧都有喺高位獲利回吐嘅情況，咁可能咧係開始執正盤數啦。所以如果依排有個別股份有龐大利潤嘅，咁我就會先行賺翻一半，留翻再睇啦。嗱，觀眾。今日咧就好多觀眾留言問到一個問題，今日咧有4隻新股上市，有3隻潛水嘅，哇！好多觀眾問新股咪炒完咧？嗱，朋友記住啊，我喺早排已經講好多次噶，每年第4季啊，就係啲新股上市嘅旺季係搶閘噶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今季上唔到，即係過咗咧，要重新做過咧，就要等出年第1季尾嘅要嚇。咁所以咧，好多新股就寧願咧個定價其他嘢都好啦，都趕住搶閘嘅。咁正如港交所咧，佢琴日出業績都講到啦，佢話截至9月底啊，處理中嘅新股上市申請咧係有接近300宗啊，即係話有成300隻新股仲係上市。如果咁多新股上市啊，咁啊你好難咧隻隻都爆啦。嗱，記住朋友，由於咁多新股上市咧，就唔會隻隻都爆升㗎啦，好難啊，難度好高啊！但係咁喎，
我發覺咧有啲新股，由於佢搶閘喺年尾前上市咧，佢嘅定價或者其他性咧仲要好啲嘅喎，所以我咧反而會尋寶啦。嗱，所以今次咧揾一啲近期瀡來啲，即係唔係爆上嗰啲啊，瀡來啲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通常喺第四季咧，好多新股裏邊咧都有啲尋寶嘅機會，所以我會留意啦。好啦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咧就講到係咁多啦。嗱，總結一句嚇，由於近期咧個股市個波頻指標係個波頻咧11月係一個大波頻嘅份，咁正如琴日同今日高低位爭成1000點啊，即係而家開始嚟緊㗎，即係唔排除股市有機會衝一衝上27,000，跟住掉頭碌翻嚟26,000都唔定啊。所以依排嚟講，我覺得股市咧由於個成交唔夠啊，啲大戶咧就會操控大局，咁同埋啲資金咧可能要應酬啲新股啦，咁所以近期個股市咧我估計啊都會急升急跌嘅嚇。好啦，朋友，今日咧就講到係咁多啊，記得嚇我喺度冇任何買賣建議，冇投資建議，你哋要買要賣就自己做研究功課，負責投資啦。同埋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有個別香港或者係美國嗰個問題、外匯黃金同埋加號人想知嘅，不妨嚟俾我，或者做到觀眾關注問題同啱翻嘅，不過記得喎，記得幫手嚇，撳一撳呢個 fans 俾實質嘅支持，衷心感激一盡。好啦，今日講咁多，再見。以上資料呢就純屬參考之用，冇任何投資建議。